嗨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君君老師雅言大講堂嘅主講者黃慧君 Buffer Wong 君君老師。大家對我一定唔陌生啦。講到第15講啦，今日第15講講咩啊？其實因為我以前咧教藝術書畫嘅時候咧，我教好多成人學生嘅時候咧，都會同佢哋講好多關於思想上嘅嘢、心情上嘅嘢、情緒上嘅嘢、心理上嘅嘢，會同佢哋傾好多嘅 topic，所以咧，我都有好多話題去同大家分享嘅，所以我講呢個雅言大講堂咧，係講好多唔同嘅 topic 去同大家傾偈嘅。今日第15講，我哋講咩咧？講嘅就係女為悅己者容，其實男都係啦，男係咪為悅己者容咧？我咁同你講啦，唔係，絕對唔係，因為點解咧？所有嘅扮靚，所有嘅美麗，自己每一日嘅裝身裝扮，其實多數都係為咗自己嘅。女為悅取悅自己而用嘅，而去裝扮，係咪？所以男同樣都係或者係跨性別嘅都係為悅己者容，係悅納自己者容，唔係俾中意自己嘅嚟去扮靚，唔係咁樣。因為我哋自己真係要愛惜自己。如果你唔愛自己，冇人會係愛你嘅。雖然話你可能你嘅情人會愛你，你爸爸媽媽會愛你，或者你嘅親人朋友會愛你。不過其實最重要就係你要先有一個概念，就係你愛惜你自己，知唔知道？你首先要愛自己。你愛自己嘅第一步就係你要令自己健康，令自己心情舒服、開心快樂之餘，你每一日都俾一個靚樣自己，你自己舒服開心嘅樣去行出街，令自己充滿自信，令自己每一日照個鏡嘅時候，或者係行過街照鏡嘅時候，你都會覺得我今日好靚，我好舒服，我開心，咁咪得咯，係咪？咁人快樂，你身體裏邊嘅細胞就會好興奮，就會長得越嚟越靚，咁你自然就會好漂亮。男又好，女又好，甚至跨性別嘅啦，都係咁講，都係話你要令到自己好有自信、好開心、好健康，而扮嘅靚就係你自己喜歡嘅，咁先至係真真正正嘅女為悅己者容，或者男為悅己者容。你唔係去取悅他人，係取悅自己，知道嗎？所以每一個扮靚都係你每一日嘅起身，每一日嘅裝造，每一日你為自己嘅打扮都係要取悅自己，而唔係取悅任何人。當你嘗試取悅任何人嘅時候，或者去令人喜歡你嘅時候，咁你就令到自己失去咗生存嘅意義，令到自己唔知做乜。點解我要取悅他人呢？係咪？會去懷疑人生嘅喎。所以每一個打扮，每一個行動，每一樣嘢都要為自己而做，讓自己開心，讓自己快樂，讓自己走向開心快樂嘅人生，先至係最重要嘅。好，今日雅言大講堂嘅第15講講到呢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拜拜啦。